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द्वितीयंपि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द्वितीयंपि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द्वितीयंपि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पि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पि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पि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पाणातिपाता वेरमणि सिक्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अतिनादान वेरमणि सिक्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कामेषु मिच्छाचार वेरमणि सिक्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मुसावादा वेरमणि सिक्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सुरमेरयमच्चपमदतन वेरमणि सिक्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इमानि पंच सिक्खापदानि समादयामि सा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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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उपoi uposekว่าก็สวาโลจะเลยพุ่นเสงเกงร่างจะพอสัตว์ที่สิวจะเลยสิวกายข้ออันนี้กี่โว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อี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เลี้ยเดียวที่จะเหลงไอ้จะเลยสิเหลงก็จ๋าสิเสียงแต่สิตัวจะยังจะเหลงแล้ว so actually เลี้ยเดียวสิอียองลูกควายอีชินยา一人真正错咯，抓到这只抓了，安尼伊将安尼抓来无咧药抓药，无抓药了不要紧啦，白叶吹了，推这抓药落叶吹，了做一个拿了，个有咧拿上这咁卡拍，做甲伊三摆上古流血。啊，你看，伊是毋是一个平常的抓，伊是一个红光来，特别伊讲啊。开目睭看，伊知讲伊人伫做甲伊安尼忝，伊毋敢讲啊，啥如灵人啊，你会记无咧？灵的查某讲，我若是用目睭如灵人啊，这人倒落去死。毋敢如灵人，毋敢做虾米，看咧目睭出在人做。伊讲我若是喙开啊，无爱演的尔，伊就变会团。所以安尼你看，安尼伊会有伊界。不杀生，伊无做到这，所以出在人看命伊。安尼你看，伊就抓到这个抓了的时啊，伊这个真大只的抓。所以这个你看，伊就抓到这抓了，一位伊去做抓去。安尼你看，伊还这个又是条底下面做甲三摆啦，互你像讲这个咱的菩萨，这个抓是叫咱的菩萨，你讲啊。三摆，伊就要听我话，我要叫伊做虾米，伊去做。安尼这个抓又是啥厉害啊呢？所以摕着这只抓了，伊去啊，一个拨竿过一个拨竿，一个刺条过一个刺条，去做伊抓去。安这个拨竿的呢，伊一扣100,000，安尼虾米事啊？毋捌看到安尼款的抓。安
这个咱的这个菩萨来想，今日一抓着我，今日我袂使做伊死，我袂使咧，我就要发我的慈悲，然后我就要听伊话，听话。最好我想我交对，伊叫我做虾米，我做虾米，做到尾来无在到伊趁着累了，伊会激想讲，哎呀，我趁着安尼坐累了，今日我好业本是即只抓好我好业，伊无在到心的内会放生即只抓。所以伊就安尼尔，伊讲好啦，伊来叫我做虾米我做，啊，你知伊做会抓伊安怎啊？伊讲啊，叫我变细粒，我变细粒；叫我大粒，我变大。这些，像你看伊做诶拿袂底，特别伊揪诶上骨架会入去，所以你看伊会变大粒，伊会变细粒，伊会变规吨大副。然后伊开个头，像个喷气前一个头安尼。他是叫讲开较大，2个头会看，3个头会看，4个头会看，10个头会看，100个头会看。伊是人讲话，伊直直变，变到你看啥雨伞呢？啊，你看古时咯，即咱的佛伫大伫树丛骹伫咧成道了时，你看一只蛇，要困佛，了伊开的这头壳，像个即个雨伞呢，遮卖互咧雨咱的佛。所以人一个哪个，一个啥灵安尼，伊人咧开个正济，甲300、100个即个头壳咧大去做。咱你看伊讲啊，咱叫我徛起，伊会徛起真正悬。你再无啥好静下久，我即个佛友，即个咱咪个老饲伫咧，还食来食。你看你半日前徛起来，6下几个悬较悬过人，徛起直直，迄个是叫金箍棒。所以你看，这个个厉害，这个个是一个红光来，徛起真正悬，那叫伊落加，个叫伊变色，变做蓝的色本下，变做黄的色本下，变做红本下，白本下，了红本下，叫伊无水起来，伊会无水起来；叫伊无分起来，伊会无分起来。达人看着，毋捌看着安尼物件，咱叫样叫安尼印度，若是做巴晓人啊，做抓晓人看，啊，落人野啦。累啦，金起啦，你欢喜毋捌看着安尼老热，安尼一个不干净咧，伊去扣100千。这里的人是啊贪了，伊抓着这个灵了，这菩萨了的是伊想讲啥物啊？若是这只蛇会互我抖脚手，互我赚着1000块了，我够了啦。特别你看着这个不干净，我扣100千了。你有诶人遮呢，人这心人讲未满足啊，头诶时跳诶时讲，你天公话，我若是食2顿够食，那够有2顿咧，你想去大点嘛？无啦，天公话，凊彩嘛一个阿达厝有了，你想去大点嘛？无啦，天公话，朋友当中有一个庄仔厝嘛，就互我一间庄仔厝有了，你来大点无？你讲天公话，凊彩嘛无独家一间啊，咱天公话，我看人要娶某。咱那秘书天公话，我睇下你看我朋友办 BJK、AMN， 我凊彩嘛是凊彩淡薄。咱后底看了 BJK、AMN， 你想大点嘛？我要达到了要等死，所以死期等等，人的心才袂讲我爱个我爱。所以这个你看，伊真正直看到你那个哇，这个不看了我赚100千啊！啊，咱买来真正好个，一个不看跟一个不看一起。这样呢，直去了啊！一本饲只蛇，真正好，伊饲啥物啊 ？fried 这啥伊讲 fried grain 啊，这豆这啥物啊？煮，个下面个啥物？个吹甲达布鲁好水鸡互伊食，特别咱的菩萨毋敢食。安尼啥物事？直食，伊个做直做，伊个直摊咧，所以伊毋爱食，所以故意带，伊毋爱食。咱一位一直去到尾来一个不干搞到一个 Daenerys 了 ，Daenerys 一个王大，伊讲互王者王位，我要做一个蛇戏，互你人看。咱王就只听着讲话，这安尼出名，逐人就学咯，毋捌看着安尼款的蛇戏，拍锣拍鼓，互规个市场city来隆重，讲虾米日子伊要来做蛇戏。咱搭病 ，because 真正毋捌看着安尼款的事，逐人搭病，就有好个人搭病，有啥物
所以10千、8千安尼要来看这个事。特别他那咱这个抓嘢，咱这个抓咱菩萨，咱讲起，不一日落去啊，就了的点声，了过了一人即伊查某人，逐个就讲受戒了要带我查甫人顶，即10个查某来吹无就安怎做？了袂要紧啦，啥吹无伊就想讲，这查某人咪讲无才叫伊家己转去看伊妈的位，and then。点无点伊马虎自己望着讲一个乌的人，目睭红来到这边的王中，也一个刀剁伊马手都血剁搭地安尼，了也出去，安尼一醒起来是，哎呀，安怎我望着安尼刺激的望，咱伊家己猜，真叫我死的后生，唔知。真叫有事了，也是无真叫我的查甫人要有事了。伊叫我这个灵王是迄个王的王的查某囝，会叫我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这个查某就交因落海灵王，他那这个查某就望着安尼样，就望着安尼了，伊就猜。咱讲我的这个第二后生，这个菩萨。伊逐过2礼拜，正就要来看我，安怎即个2礼拜无来看？了我望着安尼望，伊讲正就是我即个第二后生生命危险。咱一看，毋知是即个鸟钱甲食我的囝去无？我无正就是人做抓的人掠着我的囝是无？了安尼咱人讲嘛，真正看心囝，了逐日渐渐坐伫空仔，渐渐看迄个路。2礼拜过了，安怎个无来？一直看，一日过一日，未过日，了渐渐流目油，看咧空啊，一直看囝无来。安尼阮拄到2礼拜，说变1个月日了。1个月日了，拄好伊大囝、甲第3囝、甲第4囝，拢总未转来。头一个转来是伊大后生转来，是咱的菩萨爷哥。这转来的时呢？伊本是做王伫别位了，是海灵王伫别个角。这转来的时，伊的平面拢总伊大外面，了伊行入来。这行入来的时，入来的嘛王中一看，安怎我嘛？逐个我来转来的时欢喜，佮袂讲话笑。安怎睇到我嘛失败，渐渐大啲空啊，咱就目睭啦，拉撒含晶晶，是虾米事？问我阿嬷是虾米事？咱伊就嘛就讲，我望着安尼。他那我就后生2礼拜了无转来，他那个就突然2礼拜1个月了无转来，我真正开心。是安尼，咱来看咩来去探听看，所以大后生甲伊阿嬷甲只平弟就去找这菩萨的厝，伊王中去别个位去找看。这一某就看着，伊某本看心，安怎我查甫人无转来？特别查甫人，伊这个某。无虾米想甲上来骂，因为虾米事？伊知讲我查甫人呢，有当时转去会骂的位，伊无讲一头转来厝，伊转去会骂的位，也是无正叫伊去天顶去讲经吼，就会叫正几渐渐爱去天公的位去看，了有时天公叫伊吃经，伊讲无正叫大汉兵，就看着伊骂，面无相，烦恼的面。咱目睭整问下虾米事阿妈？你查甫人无转啊，马路啦，拢总规间为王中拢总在惊着惨了，拢总吸起吱吱口，这个吱吱口的是这边经讲来讲，伊上个叶某讲啊，我王中拢总上个一个巴。起大风，树丛倒，规个国伊王中拢总逐个倒伫涂骹，烂伫涂骹，惨了啦！菩萨无转来啦，我的查甫人无转来，这显兵的讲我自己亲家无转来，逐个咧吼。咱每个第3个甲第4个囝甲了转来甲了安怎做？阿嬷就讲安尼，拢总吐息拍拼咁。他们唔通钱了，时间1个月了，安怎样？他们都来去找。所以你看，伊人4个兄弟啊，头一个actually是正是咱的萨利布达，伊是较早一个几若是
萨利布达伊较在，即伊做高。第二是咱的菩萨，第三是这个actually是咱的目犍连，目犍连啊，伊是做第三个大个囝，第四个囝佫一个较歹生的，伊基无伊目睭毒目，安尼阿咪事，伊要摘看伊嘛，摘讲伊来大这个所在是灵的所在，还是人的所在？了伊伫食灵的时就去变，互看伊上久变蛇了嘛，就像讲。用手扫着个囝目睭牵来一边，就作变毒嘛。这个毒嘛是咩？阿里达，这个阿里达，我伊人分开，这个大哥拍算，伊讲，这个第四个你较歹生地，唔通可以去吹，叫伊去天顶去吹看，有这个菩萨无听做大伫天顶去请经去讲经互听，叫伊去遐边天顶去吹。了过一个第三个就是咱个目犍连，伊就是。较早几若是，伊就是讲互这第三个讲，你去找啲印度的大港，所以伊去搞一个印度5个大港，所以伊去找一个大港。然后讲我安尼做大个，我要来去找啲人的所在。啊，伊人分开了，阿嬷伊靠开阿嬷，你唔通你当心。过了10日，我人惊着会带阿哥顶来。所以伊嘛，互人靠开了，伊人去3人去3位去找。所以了，这个就是这个大个做大个啊，是苏达山啊，这苏达山啊去找啲人的所在。特别伊要去的时呢，伊有一个小妹，唔是讲这个伊马生8个零的查某生，所以这个生这个查某呢名阿吉木基，这阿吉木基就是讲啥，伊上爹无上妈，伊本真正小，这个菩萨就听着讲菩萨失落安尼，所以对，伊讲我要对去，伊讲好，你要对去，你变做一只嘎达布鲁，伊人是红光来会变化，所以变嘎达布鲁，了这个大囝呢安怎做？伊变做一个圣人，圣人是一个人修行，人要看个人啊，有时。修行啊，几十年毋捌饲个头毛了，伊头毛去一弯一弯，所以变咗嘎达布鲁，你查某变咗嘎达布鲁头尾啲个头毛诶，安尼伊人去了这个这个嘎达布鲁大只头壳了，这个大后生就去伫倒落，去伫讲伊逐规啲修行诶咧白下墩诶位，再去看咧白下墩，伊看到伊个血有伫了，哎呀，这个我小弟是正互人掠去的，你看掠甲参拜血甲了不有，我就是伫看兴咧菩萨的事。所以安怎做？就迄边伊人去一个卜间一个卜间对，去到咧卜间讲有人来做抓戏无？人有啊，把你只走了去一个卜间一个卜间就去到尾来结尾吹掉咧卜间，伊是搞甲变了去饲掉了。小卜间伊做个了，然后咧阿拉巴马咧也一个抓的呢，故事是巧，你人会记无？伊故事是欠人欠到就走路一把，他人你知无？伊就有走一只抓，伊说边面咧就买一个拿million个了下啲拿，佢咧底咧抓本有million的咧，然后伊去到有古里落仔啲对啥，所以这个是大头家了。所以你看，安尼这个抓一直怎样兴起来？咱好几日的时啊，伊人去到边那里，这个就是伊人要做互王看。然后叫的时就要做互王看的时，安怎做？伊人真正这7、8千人围个拎起来，然后这个做抓鱼头家就入来啲档，就入来啲档了啊，人安尼坐了，王也未来。往大啲顶面去看，特别也未落来，以后一个特别的到以后往坐，也未落来时，安尼你开个拿，特别这个特别开拿了啊，这个拿噶，这灵也是红也是抓，伊特别伊要出来啊，伊人无一会出来的。伊讲我人是惊咩啊？惊2项，一项是惊这鸟精，看到人噗飞落来。上去了，伊人即个脑会真正大玩笑的，所以看鸟这嘎鲁拉无。第2项伊人看呢，有人做戏的人无，伊人无是甲做戏的人，安怎啥物事？安尼做戏的人了，伊是写一个红光，
要他那来去做戏，伊见笑，所以人逐个转看，就开拿了一看，挖来挖去看，看有这照片，看了无，看了这人，如果像人讲的再看这人，再讲哦，这个人敢若是 actor 来，伊卖出来，见笑，啥见。无彩路是一个安尼管的物件，你来去做戏，啥做手，互人笑，互人啥物。所以看了无，特别看着一个徛着咧，个零人、水8,000人安尼去徛着，所以人目睭真爱来，人是红光的目睭，就看着了一知，安尼就看着一个呢，伊抬起来，伊慢慢数，去伫一个位，去伫一个位了，伊就挖着咧个位，这人毋是走咯。特别个无走，徛点点了，这个菩萨去到伊骹位，伊头下啲个骹，以后，叫我就掠，我界我无看，他那是就掠，看到人会救我未？恁一个看以后，一个唔好，然后咧去头家，你这个跟咱讲去头家啦，咧做抓戏头家啦。伊就看着即个抓起了，安怎要抓头壳去下啲人的骹？伊家讲啥讲啊？我去讲，哎呀，我抓家着路是无？若是家着路唔使惊，我即只抓，我有药，我有虾米？若是家着路讲下我听。我唔是叫啲放只抓来找路，是我即放开的时，伊走出我手，了他拿起来家着路，真正 sorry 啊，也无做啊。了即个一哥就讲。你这个抓是真正假的抓，乖的抓，你人来去骗人来看，这个抓无毒，笑伊。咱这个做抓的人讲，你这个万杀，圣人万杀，无半类的地下才去食呢。你来看衰我这只抓，我这只抓。通天下诶，无人有安尼款诶抓，我诶抓若是讲啊，遇到风啊，路本跟飞团，了一个圣人，一个一哥甲伊讲，你诶抓嘛咧到会做虾米？是真正乖诶抓，人时间减诶抓。你无啊？我诶功夫较赢过你抓，讲你赢咩？你来小输我，咱一个圣人讲。500块，我甲你小输。然一个做抓的人哦，哼，你要甲我小输，你一个想去食人呢，你要小输500块，看到我这边5000块下伫这边啊，你摕个钱出来，你看衰，你摕个钱出来，咱来出功夫。那你出个功夫，我出我的功夫，那是赢的人摕这个钱。然后伊讲，我 anytime 我你讲，你这个啊。无类的人做一个一个和一个做戏人极，做一个歌就去伫顶面楼顶，讲互昂啥昂咧昂。我人他那要出功夫，你下无先互我人人面，伊袂人面。他等我功夫赢你了啊！他等我摕无类，你想去食呢？我好昂，你做主互我人，你人面 stand security。我人要出工要收到，咱安怎做？要昂看安怎呢？讲好，昂个你来看，伊招昂，参咧昂中的隆重的人叫出来看。咱看着，他等昂甲这个圣人老人落来，这个做教这抓的人看着，哎呀，伊个行平平甲昂惨啊啦！我伫看说伊是万善，是他那只是行甲昂，无听到伊是啥昂的好朋友。了伊说讲话无像个，我实在是无甲你老完啦，特别是你激我的啊，我的抓是真正猛的抓，通天下无安尼猛的抓，你看衰我个安尼，看到你逼我，我毋是责任你的啦，是你责任我的啦，安尼讲来讲去，讲好啦，咱来出功夫啦，了伊这个安怎做这抓的人讲啊。这个虾米？这个咱这菩萨的哥讲啊，你伫做这抓，你摕一个抓乖的抓，你来摕正是歹的抓，你去做啦，来你才有功夫。这个
这只蛇未嫁人诶，你安怎做伊未嫁你又嫁？然后伊笑伊，你一个圣人假圣人，穿你咧皮本是假皮，毋是讲正正金烧皮。你若是无信，你往来这个蛇嘛，这个蛇做你安尼，来讲好啦。你这只蛇较输过一只鸟鼠，鸟鼠夹落过会疼，这只蛇未夹的。安尼一水蛇细细只，你看，伊本会夹，你掠伊，你看人讲水蛇未夹，伊本会夹，伊本会疼。但是你这只蛇大只是大只袂。啊，这个安怎这个阿拉巴马这个做蛇的人讲，我捌听人讲着无，你还未死，堪要多死头先呀？所以话伊这抓些人杰，我若是我抓出功夫，你是吹摇摇，你是变火看，看咩你有虾米累，你保死好只人，保死好人了啦。这个头先你讲我本有听人讲，啊未死看咩保死，看人你累安尼做，看咩保死摕出来保死，我看你是死的，所以老人就激来激去，所以这个圣人讲，看人我出来功夫。我讲我是啥物啊？我叫一只甲达布鲁呐，安尼你叫伊甲达布鲁，阿吉木基出来，安尼伸个手，这甲达布鲁跳出来这头这手，这跳这手讲，伊弹甲达布鲁的声，声落来了，啊，三声，咱一推出三滴，又慢慢像讲咧，咱的这个不练的那些粒。较写了过一个咱讲力道啊呢，三滴，按照推到三滴呢，这个咱的这个这圣人就讲，昂，这个主妇参了，就烧了。我讲咪是按他咪就烧，这个主妇到了就烧，安尼这个3点的物件，伊毒300瓦未好迄角这条路。安尼3点的物件，你迄角这条路啊，你迄角去讨啦。伊讲王伟，我若是迄角去讨，7年，这个所在，这个讨的所在，打上啊火烧，虾米脏拢袂去，伊毒安尼毒，你看这蛇的毒。到那是安尼卖安尼细项掂落啲风啊，压去啦，4山压。王伟，我若是4山压，7年无落雨。咁那是安尼做啊，掂落海啦！我也就你氹佢都掂落海啦。喂，掂落海，佢咧咕咧湖浪中死。因為安怎做啊？這邊也未使，塗骹也未使，又水也未使，你要叫我安怎做？人都看這個聖人講，喂，看下你就學3個空，就有靈就發呢，人學3個空，and then 你看。伊有炸一包的药来，伊一个空，东个空伊下咧药，第2个空伊就讲下无使济济，第3工伊佫摕一项药带伫床顶来，伊炸来就下一个药，and then伊摕一个毒，这3粒的毒，下掉咧一个空大东个，讲有一个药的，噗出火出烟。这烧，烧到那么咧土本烧起甲这边一空，这3空，这个做抓鱼人看了咧来咯，咧又咪咪又慢慢物件安尼，所以就徛喺面去看，甲一下呢，规上古比太高，随的变太高，咱也变到太高呢，来看到伊变太高呢，讲到啥？我放生这抓，我放生这抓，放生这抓。这讲的放生这个抓，上讲啊，伊会解透了，噗，一变做人做阵，一变做灵王，穿越红光的衫，就看做大人，哇，安怎咧来落就变做人做阵，变做人。then 这变了好时了的时，这个伊哥就甲伊讲，王，你知无？这个是一岁的囝。王讲我唔知，我讲你唔知，我讲互你听。你会记无？你听看，前下久有一个王，一个太子走去扒了高原，甲一个蛇的查某，
อันนั้นแสน้อยแก่จะเลยตาบอจะเลยตาบอกี่บ่กี่ว่าหลังสิเลยตาบอแก่ฮะลูกสิเลยตาบอแก่ว่าสิเลยตาบออักกูโตจะเลยจะว่าอาม่ากูจะจำเนี่ยกูใช่บ่ถูกมั้ยฮะกูล่ะกูว่าแค่ปีโป้นี่กูว่าอันนั้นลำกินอายุว่าอันนี้กู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ะว่าเชี่ยวมวย但他那这类见到的话变成，这个做昂，或者不做昂，这他不如变做狼，小家来 princess 来，and then 这个大哥也没得海龙中本无，龙中前日红光山，and then 看，哎呀，真正欢喜，龙中变，如此可太过走咯。所以这个看，大家看了欢喜，都昂车，龙中入来，昂中，这个是啥讲啊？啥是白病啊？我龙中啊，该都对啊，龙中大老咗。然你讲昂，我嘛，看那啲花心一个囝，我人看咩就要对一个囝，要对去，要带我一个小弟对头我嘛看。然昂讲，看咩去？特别我本身爱看我小妹只下，然伊讲好。咁那是安尼呢？咱下一个日子，点一个日子，讲咱来想要来见面。一个问这囝个问这菩萨，伊问这菩萨，你安尼变嘅物件，安怎你会害这个人掠你上个看那啲做事安尼？所以讲，这菩萨就讲，我受戒，我有见是我戒，我无惊死，伊做到我死，我不甘愿。特别我未使破坏界，我未使起行，然我未使做用目睭上瘾啊，可以去死，我未使做安尼。所以本大业这个古话讲，昂咧昂，到你做昂，你本就安尼，就要教你百姓，上到这个阿爸的高囝，安尼后你国家会直直兴。然后安尼后咧，这个菩萨甲一个内个问，我阿公去到咯。然这个，跟那里是昂在讲啊，因为你阿爸来偷钱了的时了，我不是讲就好嘢，查某囝你会记无？伊用这抓来哈，个了规个国家，个了是抓，到伊骹刀顶手掌拢种水百千尾的抓伫一个国间，安尼讲啊，后头只我爸就引一个了我。好我阿弟教的他这个灵王，他那是你阿爸啦。然后after that我阿爸渐渐看心这个囝，然后伊就安尼，伊说出家唔爱做王，然后抓我来做王。所以看伊桥咧，咧经过伊阿爸就是去做圣人的大把位。然后伊这边菩萨讲，我人要去看阿公，安怎样？伊讲好，咱直接咱来去看见面阿公。所以这边你看，伊人就往就转去，加这小时了，转入去往中就落好，安怎咩啊？欢喜的好，这是咩啊？后来我看见面，我的小妹无通看着我小妹囝一个正人个了，拢总做往欢喜。And then 伊人这个菩萨甲伊哥，甲伊个查某，伊人要做转去啊，噗无去了，这就出去啲。这个灵王的所在海底了，就到海底那边了。因为这个日，这个菩萨就关于这个拿，无通讲纯洁，无虾米，转去到这个日发病倒伫门床。你知影，这个菩萨伊安尼搞做人，伊就转去断，人来看伊无停。你会记过一个阿叻，第一世阿叻去天顶去找无对来，所以人叫这阿叻。如果梅唔通互人渐渐入来，互伊吓喘，一般是伊困的渐渐互伊吓喘。所以就安尼，一个果梅菩萨在这那边去坐，有点声指接人。咱你过一个第三兄弟啊呢，你叫我讲莫见人，伊是较早几若十岁的时。伊本去大海去江去找，
特别啲吹时啊，吹啲工啊，伊人领人栽到来工啲吹咗佢话咩啊？拄好一个咧桥，一个帕拉嘅 Brahmin 会叫伊看到咧领嘅猪，然后去捞甲一个做嘢人嚟讲，你这个猪无好嘅，伊是大好大败，你来袂晓用，你大失败，捞袂谈，了尾来讲啊，你卖我无，伊讲卖我不卖，卖了乱怎做啊？你就那些讲啊，我听。这只蛇伊会猪啊，不咧蛇大大路，若是我贪掠着这只蛇，这只猪啊互伊，然伊咧看，无采讲故事菩萨去教伊，这月日啊，互伊住伫这个灵的所在，甲伊的囝，然今日因为伊贪这粒猪，伊带这个人去啦，我带落去，嗱你看你蛇伫那边，你去掠，这一看到你蛇呢，伊这个宝珠。掂好咧人，伊閃無着，架啦落頭殼，噗真無。因為蝦米事？因為一個人伊個福氣，你嘅物件是你嘅物件，你無咧福氣袂趁即個物件，所以就真無。因伊個囝本走路，因為蝦米事？伊個囝走路，伊講阿爸，伊人款待咱間咧好，了阿爸你安怎咧無情？蝦米物件你愛伊互你，了你貪人，因為貪人一粒珠，你敢若來帶嘅人。了，你或者一个布里达达安尼啲受苦，所以伊个囝脱离伊个阿爸去做圣人，迄个囝是啥物阿兰尊者，几若14前，所以这边话，迄个 Brahmin 就是叫我大概叫啥物啊？帕拉的 Brahmin， 最来是咱的Dewa Datta，Dewa Datta 你看万寿人就是万寿人无情。无采款待你间咧了无情，你贪人一个金钱啊，你卖了，你要人嘅性命你不卖，你不要互人卖，所以伫这边啊，这个帕拉嘅 Brahmin 啊，一想，哟，你去做抓鱼嘅时去看啥物啊？伊看到迄个人啊，去做抓鱼，哇那边太高去，伊讲这个功德，无听到我本来睇咯，咱伊人心愈高，咱相信，伊人相信讲啊。若是有了安尼，后尾你去撞一讲了，你洗落所以无去。这个就是大致这边原因，就是因为人摕这个机会来讲啊，你若是衰啊，做生意袂趁来，你包红包84块，你去找七色的花，那再来行道，就是这个对这边起来，actually 啊是无影物件，所以这个啊。伊大致咧讲为咧这咧做拍来，大致咧讲伫说个样，有伊人有那说有那念咒啦，我哎呀，我故事做唔对，这个水无了，我落我落啥特别这个抓在是伊了，古龙呢，啥物事？这个啊菩萨咧，是菩萨咧，因为贪这个主，你破害我阿哥。咱好我阿哥去饲参拖伊个唔敢卖害死，惊伊人做人讲惊做人死，拖了攞啲水未穿开，来坎苦的时个害死穿开了个看较好时个拖落啲做起兴发伊咧，兴发伊了一个 Brahmin 就讲阿咪啦，你人困我了，就你做啲无目睭无金，我人是 Brahmin。我人是一个 Brahma 的囝，你若是做我死，你就惨。Brahma 我阿公会催你，所以伊本身唔爱做伊死。你讲我来掠伊去，来去见这个菩萨，所以就带伊去，用拖的。所以一个阿叻，你讲每个看着。哎呀，我哥安怎拖一个 Brahmin 安尼，又去拖上去拖一个人安尼，拖呢？阿哥，虾米事你拖一个 Brahmin？ 你知无 Brahmin 是最来 Brahmin 啊，是大啲马 Brahma 的尖声，伊出来去吹嘢啊！伊人有包啊，你人唔通嘅，确定若是讲咱的拿到咱的这个灵王的主妇，可以人若是念咒，咱的主妇本来着烧啊。
咱这个可第四啊，伊是教着印度教，所以这边啊，伊人就博话就是啥物啊，一个印度教，一个你唔知讲啥物教，就是问。and then 这个细汉的，伊是故事是 Brahmin 来 ，Brahmin 了伊来出世做灵，他那伊在伊会记伊故事，所以讲啊，这 Brahmin 是关顶的人。拢总是你知无阿哥，这个世界最做的，咱伊会讲我唔知。伊讲你唔知，我讲你知，但你唔通去探问这个 Brahmin。Brahma Mahabrahma 台湾天王做了4号款的人，4号款的人是这个婆罗门的人 ，Brahmin 来，而这个婆罗门的人啊，Mahabrahma 就只可以人啊，这个参，这个经，了这个经册，而伊人。即会使读即个参经册甲虾米，所以你人百姓人袂虾米物件，你人袂使念，你人念无力，人民念了才有力。了你来念了，你下愿，你就要去天顶。你若是故事做恶，你恶会无。了你若是你有做这下愿，因为下愿是安怎样？去火济济，安尼你掂。100只的鸟，100只的牛，100只的马，抬挖掂，3人分掂，这个就是叫做 Brahminism。唔通讲 这个印度的啦，古时咱的中国本有安尼款的物件，伊无用烧的，你人捌听唐人的历史，皇帝若是有的，若是讲为皇帝死了安怎做，伊人起一望真啊水，and then 拢总那边系米。系茶，系饼，系油，系糖，and 高比无啦，好似是无高比啊，然后皇帝都想无高比啦，第二时候 ，and then 你再无挖的杂木间，天入那边你人捌听着无？了含起个咧望，意思是讲或者挖的杂木间啊，针对迄个死人煮虾米可以食，挖大互死，所以这印度本是安尼样，挖人抬。安咱较济是啥物啊？抬啥物啊？抬人倒落来啊！迄个无类人啊，无类甲巧甲袂讲，摕正是卖，卖了啥物啊？互人剁掂落火，剁掂落火，安尼就是会去天顶。你看安尼款的理由，所以这条经伊就是写讲啊，这个 Brahmanism 是真正 actually 无好的物件，样剁烧。古时我有讲16个梦本是安尼哦，伊本是安尼，这个王想着了就要去做，咱伊某就讲唔通你去问佛会贴咧，我你知。安尼你讲啊，这个台湾天王做4号款的人，4号款是叫做 Brahmin， 而这个 Brahmin 伊专门是念经念咒，了你若是做恶，伊会洗你恶；了你若是要大做这个叫做big sacrifice， 无人会做，伊人才会使做。个4号款的人，伊叫Katias，这个是王牌，这个王牌本是Mahabrahma做出来的，王牌是要管人，这个主妇若是无一个人管，这主妇会乱，所以这个Mahabrahma这台湾天王到底做这派的人是要管这人，而这个是他第2派，个第3派Mahabrahma做什么？做生意人还是正做的人？而这叫做Vasas。而嗰4号款的人是做路仔、做杂木间，也是啲多西偷鸡路，这个是叫下贱的人。所以这个印度教也是 Brahmanism， 伊有了这个4种的人，真正关顶 Brahmin 的人，第2关顶是只王牌的人，第3关顶就是讲这Vasas是做生意也是正做的人，第4项就是讲这个下贱的人。特别这个头一个啊 ，Brahmin 啊，婆罗门甲这个王牌的人啊，有当时王牌是 number 1， 有当时王牌 number 2。特别咱的佛来出世，是达道彩主来出世的点啥？王牌是第1关，第2关是 Brahmin， 第3个就是讲这个做生意人。所以这个我是讲潮人在印度教，伊人有这个梦沙，咱唐人无，咱无梦沙无虾米。咱你在这个讲每个第4弟，我讲，阿哥你知无啊？这个
Brahmin 是人啊，你若是布施和 Brahmin， 你正福啲背地，所以这个第二行本唔对。安尼即 Brahmin 啥？伊人无教诶，伊人渐渐讲啊，我人自己教唔念经，人白事红事，甲了我做了，你布施互我，你功德真啊济。这个戒本无。啊，如今嘅在来真啊济，只 Brahmin 学咗伊大家啲念经嘅人，特别伊一点戒无，伊乱做，伊贪心，有诶真啊济落地嘅。了第三项啊，伊个讲啊，这个第四个讲，你知无啊？虾米物件你掂落火，安尼火要火渐渐抹物件，你直接掂愈济愈好，愈济愈好。这个是真正关键嘅布施。咱会记无？咱佛嘅家是布施是啥物啊？你布施你好咧物件有利益，迄个人，像讲我无欠用。就讲我无欠用啊昆衫啦，一路人咁布施我昆衫，我无用嘅物件，无用无功德，你去破到咗一个人佢欠用如何？所以一个你看伊讲啊，你破虾米物件落火掂落火，你功德是真呀大。咱只好业人也是安排，不管是啊，一年一道是2-3年一道，伊人做这大布施。伊人开咗100只的牛，100只的猫，100只的马，100只的鸡，100只的，虾米拢种，人有当时成百个掂落，开咗掂落火。所以这个啊，咱嘅菩萨在啲房间听着，哎呀，我系这个小弟弟教嘅歌，拢总唔着教。咱呢个讲啊，你第四个教嘅歌，阿哥你知无？虾米事？只海底，因为水甲咗变咸。所以佢咧讲，我唔知，我讲你知。人家讲，伊讲嗰早啊，是一个 Brahmin， 伊是人得道嘅人，了伊去讲洗手，了伊用来扫这个落去，啊，这 Brahmin 落去，安尼伊得道，伊扫落去了啊，一日啊，这海底一直变咸，所以这个相信嘅了是唔对咯。所以这个菩萨在啲房间才知。咱菩萨看，佢就是人学用，伊就要贴白要讲伊讲经，然后伊这个经啊，伊贴要教伊王将的人，伊讲啊，这个Veda 是这个 Brahmin 的经册，伊讲这个 Brahmin 的经册啊，正是一个强人安怎要贪的，安怎要捞在较戆人。伊人即个经就伊人家己才会使看，就算若是去开个经册读，伊个头壳会逼咗彻底。像个咱看那本真正济人教咩？我教你你第三互人知，你若互人知，你讲会卡路。安尼济人就讲，说完了我就讲，安尼你讲买卡伊啊。所以这个就看，想他那物件，他那本有这物件。因为这菩萨讲，你若是想渐渐烧咧火啊，要去天顶，真正好布施。你查某人大啲走下早起煮个暗，伊渐渐下炒，应该带你查某去天顶哦。所以伊讲这个唔对。第三项，迄个啲烧死人呀，我大啲烧死人啊，伊嘛是去天顶，无。安尼你看，你去拍铁的人啊，大只啲土啲火啲烧，伊有去天顶无？啊是无，所以就讲伫这边咧。伊讲假了是一个 Brahmin 啊，贪心发明安尼款，戆人可以看上个牛安尼。安尼讲假了是伊讲这警察是马哈布玛讲的，那是马哈布玛台湾前王出安尼款的教，伊讲真正毒，伊讲 Brahma。台湾天王，你是一个无得道的人，安怎你叫人抬牛鸟大日安尼去抬去掂落去，无虾米意思的人。安尼你看咧牛去拖的时候咧，牛本滚用，伊知讲一个抬，牛买去，鸟买去。安尼你看人，伊去拖咧人是只囝好，是无老爸无老母。安尼人看伊啥禽兽，安尼看伊囡仔好，讲大声。我买，多一支去读咯。伊讲这个是做恶，唔是做好。
所以看这，你讲你看，伊人 Brahmin 按照讲安尼哦，伊讲你看，这个 Brahmin 啊，这伊讲若是我人开，我人做安尼咪关，我人就是讲啊。台湾车拢好，我人零是我人有管通做，别人无管通做。哈咪事？伊人卖即个生意，卖互人公司袂使即个大赚大钱。安尼侬若要下愿的时，你要买100只牛，100只羊，去买哦，你 Brahmin 就去买。啊，你看大个 Brahmin 拢总8只。伊讲即个是只人啊，讲正的镭，也是正的金去换哈咪？换一空的话讲，后过你去天顶，后过你去天顶，后过你去了，若是你无趁去天顶，你要去找咧 Brahmin 到顶，你袂趁找。你落地界的时就关去地界，你妈哪会讲？我要去找咧 Brahmin，甲伊讲，偷顶我累，袂用了。所以像这边本是人，一人跌落去天顶，10块钱一人跌落去天顶，特别你落地界时，我要去找咧一人跌的人，那这个字袂用了。咱你看伊讲，现在伊无大这个伊做菩萨讲，假使拿这个世界早无大波无查某，拢总是心呀！啊，这边有讲淡薄互人听，拢总是心。At first there was no woman, there was no man. It's only mind that brought mankind to life. 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一个力 energy。And then 头来出世的时，人拢总常平得道，人更会笑，人戆直，会记前个老伯讲，新的时袂好头体，安尼哈咪事要起来头体，安尼一分大筋起，所以这分大筋就起了诶。有时人若不到腰就起伫外面去买迄个切来食，迄个切毋使煮诶，内面个伊啥北讲买了下落去，有一个去分大筋。早起过去搬了去食，下晡过搬过食，他那我早起搬了，下晡我收起来，他顶过去，因为是我免来搬，我来做一安尼食，慢食，所以伊安尼分段，下晡过要出来食，伊卖，伊捡来收，你捡来收，人看伊捡来收，人muốn捡来收，就捡来收了，哇，搬到这个长无整，人就青惊，就青惊就分。你会一站，你会搞到这边，你会搞到这边。下面就搬了的时，这搭会切是我的，或这搭是你的。那我的就哇，我买食，我食人的，头体来了。所以讲这边啊，正头是无人，无大波，无查某，是mind啊，心了，尼心有清气的心，甲毒的心，这毒的心啊有。伊故时爱头体，看咱看伊来大伫这个世界，无半人头体，伊本来晓头体人的了，伊摕人的切来食，伊家己的切毋使办，要人要来食就，哎呀，我来切煞无去，就人食了，要人抓着拍，就拍了，去了，开了，拍了，流血了，头是分段筋去，了尾来分段筋了就收的收，摕来收，板来收是贪了。头体了，就看一行来，咱会收伫底，你这边无得吃。伊讲你看这主妇要安怎会平安？那是正，那是袂平安啊！王唔通拍王，朋友唔通拍朋友，红某唔通相拍，囝后老爸唔通相拍，拢总相拍去交落对一个心的贪。心的圣地，心的妄想。若是讲这个王无拍迄个国，迄个国无拍别个国，这个主是真正平安。特别安怎样要互90分的平安？家己就要顾家己头先。这个是相反相拍。伊讲，虾米人若是相反相拍，拍倒虾米国是无影好诶，拍倒家己是真正好。那虾米物件叫做拍倒家己？拍倒家己的大热心、贪心，拍倒家己的圣地，拍倒咱的这甘心心，这个恶行，这个就是讲啊 ，conquer the self is the greatest battle。所以这边一吃，淡薄这个经互咱听。咱伫这边啊，伊after that 到了日子，伊人要来是啥讲啊？
不自己的时候，这菩萨伊靠好了，所以这个伊人品有一个日子要来去看伊讲，就安怎做啊？伊个这个囝看他到底本来你是为个，伊想那去做王，就看咩并买去啲个阿爸为爸，咁边为一直做圣人，而且这做圣人的时去的时啊，规爸就留着，他哋问阿姑娘，咱个菩萨本去，菩萨去个人买并买钱一济。啊！咱伊入来的时，你看，伊有朝时伫做抓就掠的时啊，伊穿个进去，但伊看那伊来买看伊讲的时，伊上摆伊喏伊行的时啊，伊平板，伊武剑，啊伊雨伞另外特别的雨伞，伊是红光来特别雨伞。咧，你看伊行，伊人摇咧，啥讲？你看对硬讲伊摇咧白白安尼，啥线索安尼，虾米事伊人就有诶，莫互网啦、压啦、挖着伊。安尼有哪行有哪热，安尼伊个即个王，本来你是王看到，哎呀，去来伊袂认，安怎安尼你看，伊行来个时候，你看伊红伊虾米，真正啥，真正庄严。所以伊他边来个时呢，隆重，过后边过来，后边追，即个三兄弟啊啦过来。三兄弟啊，甲了本是做王，隆重来嘅平板，按对后尾是来，伊个即个四个后生嘅阿嬷，按是来虾米？是咱嘅本来你是王嘅小妹，所以小妹拄着阿哥，然后隆重规家去找只圣人，按迄个圣人就是讲伊阿爸，然后那边跪咯，伊人家庭。合起来隆重，起来，所以到这边，佢教的时就是了，앞서的这个圣人，甲了伊人甲了一个端，所以这个菩萨的嘛隆重，伊人都端去这个灵的所在，伊死伫迄边，所以这边啊就是讲啊，伊保死无像个咱人甘愿命卖钱，咱你看伊。只要来请着人，若是讲毋对会惊啊，伊人就无大点，就要教，就要讲。所以这边的字就是讲啊，是到了一个人，你看伊行毋着路，你若是会想讲阿嬷阿爸，伊若是行毋着路，加减咱若是做囝子，贪心伊人可以行着路，安尼你行着路，伊踏过去出事是好的所在。这个就是怎样行过你去行后爸母，行后爸母本是叫做，但比。阿嬷阿爸有当时若是伫行毋着路，是惊讲伊人去直靠的所在，所以咱做囝子慢慢看生伊人，但你真正来路才有诶爸母啊，真正袂接受。你摊下去做囡仔，你看生伊也是讲，我阿嬷今日我带你去听经，有一位人啊爸母爱讲，你要带我去，你教我食盐较一个，你食米你毋使即个嘅。这个就是虾米事啊？不叫你讲话无力，安尼你摊下啲伸手甲伊人，你若是咬的点声，你知这个点声毋着点声。听台白日我趁着累了，我伫饲爸母了，伊人老了，伊人老了，我伫饲伊的时啊，不叫你讲话口啦，妈妈爸爸，今咱来去听经。不叫伊毋敢讲，我食有冇甲你坐食你，今来去，安尼坐我都敢去。咱听了，迄无相啊！逐个我伫听经无相，即个听渐渐叫你靠开，就直直做好，直直做好。安尼伊若是安尼，越听了越对，你救着伊，毋使去苦的所在。安尼若是讲去出事天顶，白日拄好，你爹母大要来，你咧菩萨，伊要菩萨道识了要来成佛，伊来出事。你若是大伫天顶，也是无听到你怎对路来出事，就做小可100过都无路用。所以到这边为止，后个礼拜我才刷落。哎呀，嗰一项我要讲，后无一个界限呢？你猜一个单安尼坐了，我一个人安怎加4-500人？那我就想啊，虾米事我唔敢做啫？4-500我要安怎做？睇到我分开，我系一吨一个人，迄个一吨，个一吨，哎呀，安怎系我安尼不拉讲，了我分无点声了，所以你互我想袂出啦。一个人安怎样想咧？一个走我要过安尼坐，安怎做？
所以我本是他啦，本是一个歹命看，哎呦，我是爱教，特别过头节我袂。那阿嬷话讲 ，I bitten more than what I can swallow。一个过我嘴夹了，饱本未饱，吞本未吞，我配出我未配出，我所以前日两互我点声，我来想办法安怎做，真正教。安尼有诶无单讲，我来吐单无了啦，你都拢系我名啦。安尼本有。要我要甲伊讲袂使，安怎讲袂使？我真正看过讲袂使，所以有人原谅较慢，我就拍心看安怎。我叫别人来斗教，一班一班咱来教，好无？是安尼样，所以咱来回向。伊当妹也真人好度，sukita hontunya toyo。伊当妹也真人好度，suki tahun tunya toyo。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 tahun tunya toyo eta wakta cam hehi sambe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 modantu sabe sampati siddhya Sadu, sadu, sadu. Bawa 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 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 nu bhavena sat.